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叔。今天是2025年5月25号，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、胡指胡威，还有胡一金老师。今天经济观察报刊了一篇文章，通过这篇文章，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上市公司我们这个资本市场的主体没有最烂，只有更烂。这一家上市公司曾经也是大牛股，什么概念都有。现在经济观察报称之为铁头娃。什么叫铁头娃？就是那些死硬分子，网友一般的叫它头铁。这家上市公司啊，就叫头铁。面对监管的各种这种检查、问询函、责令改正等等监管措施，他一概不理，不予理睬。这个确实头铁，也很逆天。我们看看经济观察报是怎么说的。他说 A 股惊现铁头娃，涉嫌财务造假，忽视交易所的问询函，高管团队集体失联躲避检查，未聘请年审会计师，导致年报失约。这些离谱情况发生在已经停牌2个月有余的福建紫天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代码叫300280也简称紫天科技，一家神奇的上市公司啊。这个是经济观察报5月23号的报道，希望该公司啊可不要像那个网红超市一样，动不动要告别人。咱这是照着媒体的报道来分享。经济观察报说，紫天科技于2025年5月20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，股票简称由紫天科技变更为新 ST 紫天，也判了个死缓。斩监后，3月17日至今，紫天科技先因财务造假被责令停牌整改，又于5月6日因未如期披露年报继续停牌。你看，错误是一个接一个，财务造假停牌，到了4月30号，年报还没交，还没披露。投资者在互动平台上质问紫天科技公司的经营是否正常，为何用如此态度处理公司与监管部门的重大危机？也就是说，对监管他是不理不睬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这个可以，这叫头铁。但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到问题的答案。自2024年4月起，紫天科技就再也没有在互动平台上回复过投资者的提问。不仅如此，紫天科技的官方网站已显示无法访问，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也已暂停服务，办公场所人去楼空。这样的公司居然还在胡适，还挂在那儿。其实每次我看到这样的报道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就按照蟑螂定律，这样的公司难道有且仅有一家吗？连办公场所都不知道在哪儿了，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网站打不开。就这样，这些金融消费者居然还拿着钱去买这样的股票，他们到底知不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呢？如此摆烂的紫天科技，不久前还是 A 股的热门股，就在去年下半年，2024年下半年，因涉及快手平台、小红书平台、抖音、豆包、互联网营销等多个概念板块，紫天科技股价多次出现涨停。大家知道紫天科技是3字头的，应该是创业板，它的涨停是20厘米，就是20%，多次20%涨停。你说说，就这么一个公司，见风就是雨。我不知道那些炒紫天科技的这些网民，这些所谓的投资者，知道紫天科技是什么公司吗？知道它几个月以后连办公场所都没有了吗？知道它几个月以后它连网站都打不开了吗？所以胡适多么疯狂，充斥的都是这样的公司。关键这样的公司监管还拿他没办法，这也要搁在美的，那不是倾家荡产呢，说不定还坐牢。但是在胡适，他就大行其道。公开信息显示，紫天科技主营业务是互联网广告业务，这没有什么核心科技，就是 MCN 机构。说好听一点，在2023年年报中称，该业务营收可观且大幅增长。近2年，该公司蹭上了休闲游戏业务和 AI， 就人工智能云计算的热点。你看看，就这么一个互联网广告公司，它居然把自己包装成云计算、人工智能、休闲游戏，总之什么火的就往什么上蹭。比如曾经有款风靡社交圈的小游戏合成大西瓜，背后就是紫天科技。2023年底，一款名叫完蛋我被美女包围了游戏爆火，紫天科技旗下的游戏公司加盟了该游戏的第2部的制作。像这些都是蹭概念。但自2024年起，交易所对紫天科技高管层频繁变动，2023年财报、算力业务等接连发出质疑，而紫天科技的态度日渐无为，也就是说，你监管怎么问他不搭理。2025年5月22日，紫天科技公告称，若在退市风险警示实施后2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，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。其披露的最新进展依然是没有进展，没有进展就是进展，它的进展就是没有进展。
尚未聘请会计师事务所，也就是连审计都没聘请，很有可能是没钱，也未向福建证监局提交整改报告，叫无为式应对监管。2024年4月30日，紫天科技披露2023年年报称，全年的营业收入为21.88亿元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12.10亿元，但其曾披露2023年前3季度净利润为2.06亿元，业绩突然变脸，揭开了紫天科技的危局。在年报披露当日，福建证监局便对紫天科技及董事长，这个董事长还代行董事会秘书之职，叫宋庆等人出具警示函。交易所也在同日发出关注函，对该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启动纪律处分程序。深交所于2024年5月6日向紫天科技发出年报问询函，要求该公司说明财务数据存在重大差异的原因。不过，紫天科技并未及时回复问询，说了11次的延期回复后，仍未披露回函内容。深交所曾在5月28日的关注函中表示，宋庆先后以个人身体不适、不负责具体回函工作等为由，拒绝实质性沟通。作为董事长，是信息披露的第一责任人，他居然找借口说自己不分管、不负责具体回函工作，这不是扯淡吗？这就是戏耍监管部门，无视、蔑视、藐视监管。此间由3位独董对紫天科技的管理层提交了督促函，紫天科技董事会彼时的态度是高度重视，称将认真落实相关要求。8月底，紫天科技一名独董辞职，理由为身体原因。就是2024年8月份都这样，你明显的跟监管对着干了。为什么后面还有股民去炒他呢？动不动就暂停呢？到底谁去炒？越臭越香是吗？所以说，你说这个胡适到底是不是一群精神病在里面炒股？说到精神病，咱后面还要说，还真有疑似精神病在胡适炒股，又闹出了一个大新闻。我们后面再讲，先把紫天科技说完。据福建证监局披露，2024年4月起，其对紫天科技进行了现场检查，但是处罚直到2025年2月才落下。从相关文件来看，证监局属实被为难了一大把。先是紫天科技披露的注册地址和办公地址均无人办公，证监局只能去其位于宁波的森公司检查，但是所需的财务报告无人配合提交，高管团队亦以拒接电话、拒回短信的方式躲避，规避证监局向公司及其本人送达相关执法文书。你说这个监管，你到底是监管部门还是受气包？在你这儿注册上市的公司，居然连地址都是假的，都没人。你说这个，所以说你说这5000家上市公司，你这些金融消费者怎么就放心去炒？你知道你炒那公司真的在那个地方吗？也就是说，胡适居然还这样的，这就是我每次说的，你就这样，你说你指望他走什么牛市，你这不是白日做梦吗？就为什么那人不信呢？恐怕都是精神有问题，连证监局都找不到这家公司在什么地方。不是，这个真是笑掉人大牙。这个你可是发展了30年的资本市场，就是这种水平，你就知道为什么这胡适做假账、欺诈上市、虚假陈述，这为什么就这么多，你就知道什么原因。没有最烂，只有更烂了。你看，那按理来说，我找不到这家公司，我找他的审计机构可以，我找他的督导机构，就是说券商辅导券商，我找他的律师事务所叫见证律师，因为他开股东大会是要请见证律师的。结果你看奇葩，他总是成对的出现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根据经济观察报报道，他说不仅是紫天科技作为该公司的审计机构，北京亚太和签字会计师面对监管也是采取消极应对态度，既不提供审计底稿，也不配合约谈工作，甚至拒接电话、拒回短信。你说这玩意儿还能传染？把会计师事务所都给传染了。那会计师事务所不想干了是吗？那监管让他提供审计底稿，他不理，不回短信，拒接电话。2025年2月，福建证监局对紫天科技及高管团队纷纷开出行政处罚，拟对紫天科技处以100万元罚款，对4位高管每人罚80万元，并采取10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。此外，福建证监局对北京亚太处以100万元罚款，就是会计师事务所对田梦军处以60万元罚款，及采取6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。这个到底是罚酒3杯，是重拿轻放，还是什么意思？罚人80万有什么用？你股民的损失有多少？那些所谓的那些投资者、那些赌徒损失多少啊？关键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
一锅粥，结果就是给这一高管发80万，这个应该坐牢，该倾家荡产，该抓人。这个资本市场不就是个儿戏吗？怪不得网友说啊，这个世界就是个草台班子。但紫天科技显然没有在证监局给出的责令整改期内认真整改。2025年3月，紫天科技独立董事钟小勇、孟防峰表示，通过微信、邮件、电话等多种方式督促公司管理层采取有效措施，确保2024年度审计工作开展。但该公司的年报编制及审计工作尚未实质性启动。3月底，孟防峰就提出了辞职，一看不好了，赶紧溜吧。这独立董事一看公司对吧，这样赶紧辞职，脚底抹油，提桶跑路啊！他明确表示，其辞职是出于紫天科技无法保障其履职知情权，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辞职等，致使公司内控已无法有效运作，加之长期拖欠独立董事津贴的原因，这公司连独立董事的工资都欠着的，也够狠的，缺钱。现在就要查一查这公司它是怎么混进资本市场，它是怎么上的市。我想这个肯定是个大案。随后，紫天科技年报无法披露，摆烂态度直接浮于纸面。2025年4月至今，进展一直都是公司尚未聘请具备证券、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，也未向福建证监局提交整改报告。下面介绍了这个紫天科技到底是何方妖孽啊？它到底是哪个神仙的养的宠物？紫天科技前身为南通断压设备股份有限公司，就是南通断压，成立于2002年3月，主营断压设备的研发、生产和销售，曾是国内生产液压机3大龙头企业之一。2011年12月，南通断压在深交所挂牌上市，但生意不好做，南通断压一直在谋求转型，最后选定了广告业，通过多个收购行为彻底剥离断压设备相关业务，拥抱互联网广告业务。随后，紫天科技的第一大股东变成了福州市安禅投资中心，实控人是姚海燕、邓兰，年龄均超过70岁。其中，邓兰系紫天科技原董事长姚小新的母亲，姚海燕系姚小新的姑姑，这就是一个私募。简单点说，南通断压在深交所上市，后来想着把主营业务剥离了，收购了一些互联网广告业务，东拼西凑，这个就是叫重组借壳，变相借壳，它分步走，先把主营业务换了，再把大股东换了，这样就实现借壳了。那这就是分步走的，这就是监管，不同时期监管的重点不一样，他就利用了钻了这个空子。2020年至2022年，紫天科技的营业收入和利润保持稳健增长态势，其子公司推出的合成大西瓜等还成了爆款小游戏。该公司的合作对象里也开始出现字节跳动、快手等国内头部互联网平台。2023年，紫天科技开设了一家大数据公司，你看看，就是一个互联网广告，它居然叫大数据，计划布局数据中心业务领域，还打算以14亿元购买一家广告服务商。虽然后者告吹，但能看出这一年该公司在奋发图强，不过业绩暴雷了，这就是我想胡适的公司大部分都是这种。据万德数据，2013年至2022年，紫天科技的规模净利润合计不到11亿元，2023年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12亿元，几乎一把梭哈了10年的积累。福建证监局调查发现，2022年至2023年，该公司作为互联网广告业务的代理人，却用总额法计算自己的收入，还提前确认云计算服务业务收入来虚增营业收入，玩这些猫腻了，他以为他是假会计。财务面具被拆下后，紫天科技的亏损还在延续。2024年业绩预告显示，2023年全年该公司预亏1.5亿至2.2亿元，原因是原有的互联网广告业务部分客户预算投入缩减，市场竞争加剧，导致公司营业收入、毛利率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。虽然至今无法知道紫天科技账面上尚有多少资产，不过拖欠审计费用和拖欠独立董事津贴或能看出其囊中羞涩的程度。另外，天眼查显示，紫天科技因一起服务合同纠纷被执行约1051万元，因迟未履行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。你看看，上市公司都已经是失信被执行人了。2025年1月2日至3月17日停牌，紫天科技的股价从22元跌至8元一股，跌幅约62%。万德数据显示，截至2024年3季度末，紫天科技股东户数约3.3万户，3.3万个精神不正常的。你说这
这么个公司，你为什么还买呢？他从2024年就开始跟福建证监局开始对着干了，居然还有好多人跑去买涨停，还买他的大数据、云计算。近期尚未来得及撤离的一众股民在投资平台哀嚎放我出去，但如果该公司一直无法补发年报，股民们只能等到7月7日复牌才有机会解套离场。怎么可能呢？他7月7号复牌呢，那也是无数个跌停等着，你根本就出不去。等跌到1块钱或者几毛钱，看看8块跌到8毛几毛钱，到时候恐怕能出去。33000个这个投资者被闷杀在紫天科技里面。不过这个一点都不值得同情，这个都是自取的，这叫双向奔赴，对吧？2024年3月份证监局就开始调查他，要他回答问题，他就不搭理，一路处罚。到2024年下半年，居然还连拉几个20厘米涨停，这不是活该吗？这有什么愿赌服输？这就是赌博。关键是这样的公司，他怎么就混进资本市场？这种公司可以说没有一点资产，你打官司把他告赢了也没用，他没钱，他连古董的工资都欠着，审计单位审计费都欠着。你说这个审计公司为什么他不回证监局的？估计也是气坏了。审计这个就是会计师事务所，他就可以去查这公司账啊。他签了审计合同之后，他以为要赚200万，一般的这审计200万审计费，他以为这笔业务到手了，结果把他账上一看，1毛钱没有，这会计师事务所发现自己上当了。但这时合同也签了，不出报告也不行，出报告他的审计费拿不到，所以审计费还欠着呢。可叹的是这3.3万勇士当初不知道为什么要买这个紫天科技，为什么对福建证监局这些责令改正这些他视而不见。刚才已经说了，很有可能这3万多人属于精神不正常，但是我只是说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确实今天上了个热搜，说有个精神不正常的人在炒股。他这是怎么回事？是近日网传说湖北女子周某领低保炒股，引发舆论关注。大家看视频。湖北孝昌通报网传女子领低保炒股，患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未炒股。5月25日，湖北孝昌县民政局发布情况通报。近日，网传湖北女子周某领低保炒股，引发舆论关注。孝昌县迅速责成县民政局、邹港镇联合调查，现将情况通报如下：周某，女，现年33岁，孝昌县邹港镇人，近年无固定职业。2017年12月，周某经武汉天佑医院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，至今仍在服药治疗。2018年1月，因家庭困难，邹港镇按程序申报纳入农村低保，现保障2人周某和其父。其父肢体4级残疾，月保障资金共534元。关于炒股情况，周某抖音截图为同花顺黄金指数，无证券账户及炒股行为，自称拾到1枚黄金戒指，遂在网上发布赚了等言论。关于在银行上班情况，周某于2025年5月在某公司打工，不是在银行上班。关于理发店储值卡情况，周某于2025年元旦期间参与某理发店储值促销，办理充值1000元优惠活动。下一步，孝昌县民政局将持续关注周某健康情况，落实相关政策，并举一反三，对全县低保对象进行全面核查，强化动态管理。这个事一出来之后，在网上就引起热议，也就是说，你都领低保了，你怎么还炒股？第二个，你在银行上班，你怎么能领低保？你领低保，你怎么能还能办什么卡？这个最近因为网上不是黄洋天田的事，还有董小姐4+4的事情，这个网友正在火头，正在气头上，结果又来一个炫富的，说他在银行上班，完了他父亲也就是随便给他办了几个证，让他现在就可以躺着睡觉了。完了他还炒股，领低保炒股，所以一下就上了热搜。这个事发地就是湖北孝感孝昌县民政局，马上发布网传湖北女子周某领低保炒股的情况通报，说周某，女，现年33岁，孝感县邹港镇人，近年无固定职业。2017年12月，周某经武汉天佑医院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，至今仍在服药治疗。大家看视频。凡尔赛低保户引全网暴击，银行打工人自曝吃低保炒股，民政局连夜查户口。姐妹们，我爸给我搞了全套低保认证，20多岁就能躺平领钱。一则嚣张的抖音视频突然炸翻热搜。湖北孝感95后银行职员周某绝对想不到，自己随手炫耀的躺平秘籍，竟引发了一场全民追查的低保悬疑剧。5月21日刚完成低保认证，4日就晒出股票盈利截图，转头又亮出1000元美发卡。这位低保贵族的魔幻操作让网友直呼破防。更离谱的是，当事人轻飘飘甩出方言金句，
就是爱发炮嘛。吃瓜群众瞬间化身福尔摩斯，银行职员加低保户加股神的离奇人设，难道真是薅社会主义羊毛的时间管理大师？随着舆论发酵，3大部门连夜启动剧本杀模式，民政局紧急声明查无此人，镇政府搬出大数据筛查，银行总机被打成热线。戏剧性的是，5月25日，官方突然改口，正在核查。这波反转堪比悬疑剧高潮，事件背后藏着更扎心的现实。我国低保审核竟像开盲盒，原来民政部门无权查银行流水，全凭申请人自觉申报。有网友神评论，怪不得我家楼下开宝马的大姐天天哭穷，原来是在备战奥斯卡。当炫富视频撞上民生底线，这场闹剧揭开了基层治理的隐秘痛点。眼下全网都在等最终判决，如果证实虚构，周某可能面临失信惩戒；若真有漏洞，全国低保系统都要大升级。但最让人破防的，还是真正困难群体被挤占资源的辛酸，他们的沉默不该成为投机者的 BGM。按照官方的说法，该女子偏执型精神分裂症，还在服药治疗。但是看她发的那些抖音，网友去扒，看她发的那些内容，好像又不像是有精神分裂症。她有精神分裂症，她发的那些内容还像不像样 K 线图。所以说网友现在又晕了，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精神分裂症居然跟炒股挂钩，精神分裂症。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不是巧合，胡适里面充斥着大量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，做梦还想着到14000点。这个好好想一想吧，尤其是那个紫天科技的33000所谓的投资者，对吧？应该查一查是不是有这种精神方面问题。为什么对福建证监局的这些通告视而不闻？为什么去花8块钱、10块钱、20块钱一股买那种连办公地点都没有的，证监局上门的找不着人的，网页都打不开的这么一家上市公司？你这不是精神病是什么呢？啊，网传周某有没有炒股咱不知道，官方说他是偏执型精神分裂症，没有炒股，但是咱们胡适呢可是充斥了一大把偏执型精神分裂症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